呢度係 Take Your Time， 我係 Alex，FHH 高級鐘錶學認證專家。Take Your Time 除咗賣錶、幫你揾錶，仲會同你介紹世界上千奇百趣嘅手錶同故事。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喺開始之前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好，我哋開始今集嘅內容。上集我哋就講咗一啲比較專門嘅話題，講咗 Zenith 嘅發展歷史。多謝各位錶友嘅支持。今日我哋就要轉一轉話題啦，講一個震古歷今、堪稱天下第一嘅鐘錶奇案啊！呢個故事唔單止係關於一隻估值4億港幣，被譽為鐘錶界蒙娜麗莎嘅 Breguet Marine Antoinette 懷錶，仲牽涉到一宗完美犯罪，係一單令人震驚嘅盜竊懸案。一隻懷錶點樣由法國皇宮嘅奢華夢想變成耶路撒冷嘅博物館館物呢？再俾世紀大盜以完美犯罪攞走，23年後又奇蹟重現。呢個故事有皇室秘聞啦，有天才工藝，有犯罪天才，係鐘錶史上最癲嘅一單奇案啊！如果想了解呢一單跨越200年嘅史詩之旅，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介紹一下呢隻被譽為鐘錶界蒙娜麗莎嘅懷錶背景。話說1783年啊，鐘錶之神 Breguet 就接到一個前所未有嘅挑戰。如果大家唔識邊個係 Breguet可以 wiki 一下，反正佢就係鐘錶之神，沒有之一。因為呢個故事涉及太多人名，好鬼難讀啊，所以Breguet我都係讀翻寶璣。寶璣當時就被邀請打造一隻天下無敵嘅懷錶。呢隻懷錶就係為法國瑪麗皇后所訂製嘅。據說就係由佢嘅愛慕者瑞典嘅費爾森伯爵所委託。呢個訂單嘅要求就好黐線嘅，就係要寶璣將當時所有嘅鐘錶技術塞晒入去一隻懷錶入邊，錶要用黃金打造不計成本，唔限時間，務求要成為人類史上最頂尖嘅神作。簡單嚟講即係要將18世紀最強嘅科技塞晒去一塊Oreo 餅乾咁細嘅器具入邊啊！話明寶璣係鐘錶之神，佢諗都唔諗就決定一齊癲，答應咗呢個委託。佢誓要創造一隻震懾後世嘅神錶。呢隻懷錶一整就耗時44年。點解要咁耐呢？因為命運同佢開咗一個大玩笑。1789年啊，巴黎群眾就攻陷咗巴士底監獄。法國大革命爆發，凡爾賽宮嘅奢華同埋巴黎嘅貧困形成咗兩個世界。瑪麗皇后就曾經被傳言話過，冇麵包咪食蛋糕啦。咁啊，同中國何不食肉糜係有得揮。雖然係傳聞，但係貴族同埋人民嘅鴻溝越嚟越深。寶璣嘅貴族客戶個個都有褲袋可以袋住隻代錶，但係就冇晒個頭啊，生意大受打擊，佢就被逼流亡瑞士，懷錶嘅工程就停擺。點知呢隻錶個殼先啱啱開始要整，瑪麗皇后就喺1793年嘅時候就命送斷頭台。據講啊，佢臨死之前身上面都仲別住一隻寶璣嘅錶，用嚟數住人生最後嘅分秒。但係啦，寶璣就喺1823年離世。呢隻懷錶最終由1827年由佢個仔 Antoine Louis Breguet 完成。所以呢隻懷錶其實送唔送到客戶手都唔係好緊要，佢係鐘錶史上嘅一個神聖任務。完成嘅時候啊，呢隻懷錶總共有823個零件，23項複雜功能，係真正嘅 Great Grand Complication。呢隻懷錶而家估值4億港幣啊！講真嗰句，我都嫌少啊，因為呢隻錶係鐘錶界嘅不朽傳奇。呢隻懷錶可以做到啲乜呢？我哋簡單講下佢最癲狂嘅功能。第一樣嘢啦，譬如話自動上鏈，呢個技術係寶璣喺1780年嘅時候發明，當時已經震驚世界。當然就唔可以同而家啲技術比，但係佢算係現代自動手錶嘅鼻祖。佢利用偏心擺陀將動能化為機心動力，算係200幾年前嘅黑科技。仲有啲咩3文報時，撳一個掣懷錶就會響起小時啦、刻鐘啦同埋分鐘，即係古代版嘅 Siri 同你報時。
仲有萬年曆啦，顯示日期、月份、年份，連閏年同埋世紀閏年啊，都識得分得清清楚楚，係超級精密嘅日曆系統。仲有均時差，能夠顯示到太陽時間同平均時間嘅差距，係天文學同埋鐘錶技術嘅完美結合，就好似將宇宙定律咧袋咗入你個袋度。仲有啲咩呢？動力儲備顯示，即係好似隻 Apple Watch 個電池顯示咁。仲有溫度計等等等等，嗱，我要數都數唔晒。我覺得咧，以全機械結構嚟講咧，佢真係仲勁過你隻 Apple Watch。當然啦，唔少得仲有寶璣嘅拿手好戲陀飛輪啦。呢隻懷錶咧直徑咧大概60mm啦，啲錶友咧成日嫌 Panerai 大隻，嗱我就唔怕啦，呢隻咧仲大隻過 Panerai，有得諗啊，我可以加條錶帶啊，將懷錶變手錶添啊。60mm 大隻，不知幾威。呢隻錶啊，唔使多講，823個零件全部都係手工打造，全部摩擦點啊都係用真藍寶石鑿成啊，減少磨損，簡直咧就係懷錶中嘅凡爾賽宮。呢一隻仲係錶咩？佢係一首詩啊！懷錶完成咗之後咧，輾轉流傳，1838年，瑪麗皇后嘅前侍從咧就得到咗呢隻錶，後來啊經過維修之後咧，又翻去寶璣家族咧重新保管，直到咧1887年咧，寶璣家族咧又賣咗俾 Spencer Brinton， 直到1917年咧就落入咗英國收藏家 David Solomons 手中。Solomons 係咩人呢？佢係英國博物館級嘅人物啊，生於1851年，係律師啦、科學家啦同埋工程師，喺倫敦大學同埋劍橋大學咧都受過教育。佢翻工咧做乜都得，但係啦放工咧就只係心繫寶璣。佢有次行下街啊，喺1917年嘅倫敦，竟然就買到呢隻 Marie Antoinette， 真係幸運過中6合彩啊！佢一生收集咗124件寶璣嘅手錶同埋鐘錶，係全球最大嘅私人寶璣收藏家。1921年，佢仲曾經出版過一本有關寶璣嘅書，呢本書咧就影晒咧寶璣嗰啲錶，就好鬼正嘅。佢仲講過一句咧懶型嘅説話，佢話帶住一隻寶璣嘅錶咧，就好似將天才嘅腦袋放喺你個袋入邊。由此可見啊，佢將戴寶璣錶咧視為咧一個智慧嘅象徵。Solomons 咧就喺1925年去世，咁佢個女咧就繼承咗佢啲收藏。1963年咧，佢又將呢隻懷錶咧同埋55件寶璣嘅真品捐晒咧俾耶路撒冷嘅 L.A. Meyer Institution for Islamic Art， 作為咧籌建博物館嘅核心藏品。博物館咧就喺1974年咧正式開幕，呢隻懷錶咧就變咗鎮館之寶，吸引全球嘅鐘錶迷咧去朝聖。講到呢度咧，重頭戲就嚟啦！1983年嘅4月15號夜晚，耶路撒冷呢一間嘅Museum咧就發生咗震驚全球嘅盜竊案啦！呢一單案件咧堪稱天下第一奇案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係完美犯罪啊！幕後黑手咧係一個犯罪天才，叫做 Raymond Dealer。佢成功挑戰咗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啊！佢一夜之間偷走咗包括 Marie Antoinette 在內咧106隻咧珍貴手錶，價值N 億港幣。Dealer 咧係一個前以色列空軍飛行員啊，佢有兵唔做啊，走去做賊。喺1960年至70年代咧橫掃以色列啊，係一個咧冇人能夠捉到嘅神偷。Dealer 咧就喺1983年嘅4月15號夜晚，佢唔知邊度嚟嘅消息，經佢調查博物館之後咧，發現當晚博物館嘅警報系統失效，佢就帶住一個工具包啦，着到黑旋風忍者咁，就喺午夜揸車去到博物館嘅後巷，然後咧撬開個窄窗轉入。嗱，所謂嘅窄窗咧，真係窄到你飲多2口水咧都入唔到去嗰隻。當佢咧成功潛入，佢就喺啲玻璃上面咧割一個圓形嘅缺口，小心翼翼咁拎走啲錶。佢一偷就偷咗106件啊！我真係諗唔明，106件，你每分鐘偷一件啊，都起碼要用個半鐘以上。嗰晚啲保安真係唔炒都冇用啦，咁都俾佢偷到。總之咧，唔係保安費，就係佢真係偷錶之神。佢臨走啊，仲順便啊偷咗啲畫啦，同埋幾本書，真係一啲都唔怕重。最搞笑嘅係咩啊？佢喺現場留低煙頭同埋叫軍，真係偷嘢都偷得超過人啊！最奇怪嘅係經過呢一晚之後咧，呢度所有嘅錶並沒有出現喺黑市，
dealer 咧竟然咧一件贓物都冇拎去賣，所以呢批文物咧就一直消失咗足足23年。呢一單嘅盜竊案咧成為鐘錶界嘅世紀懸案，警方同埋博物館咧追查咗23年都毫無頭緒。警方喺現場揾到煙頭同埋工具，但係咧都冇 DNA， 亦都冇指紋，真係唔知佢口煙係點食嘅。反正呢個 dealer 咧就好似咧從來冇出現過咁，人又唔見啦，錶又唔見，連寶璣品牌嘅持有人咧 Nicholas Hayek 咧都覺得絕望啊！喺22年之後啦，即係2005年咧就決定算數啦，宣布咧要製作一個複製品，用檔案照片咧同埋記錄咧重做823個零件，決定咧要令呢隻神錶咧重現人間。嗱，如果心水清嘅你咧，應該聽得出年份上嘅衝突。嗱，隻錶唔見咗23年啦，但係22年後咧話要重新製作，咁咪真係未重製完啊？就揾翻隻錶？冇錯，就係2005年嘅時候咧，決定重製嘅1年後 ，Marie Antoinette 咧就揾翻啦。原來啊喺2003年啊，嗰個 dealer 咧就患上癌症，臨死之前咧就同老婆坦白，話佢當年咧就係嗰個神偷。佢臨死之前咧就將啲贓物嘅收埋地點咧講晒出嚟。原來佢一直咧都冇賣過啲錶，只係分別咧放喺美國、歐洲同埋以色列嘅保險箱。2004年咧佢就過身啦，佢老婆咧就委託律師咧聯繫咗一個特拉維夫嘅古董商，試圖咧就賣咗呢啲贓物。咁嗰個古董商咧，一喺貨倉嗰度打開一個紙箱，見到一堆舊報紙包住嘅手錶，當場就呆晒，因為咧佢認得出咧就係博物館失竊嘅寶璣珍品。雖然咧佢唔能夠肯定其中一隻係咪 Marie Antoinette， 但係啦知道事態嚴重啊，嗱臨咧就打俾博物館嘅館長核山。核山咧開頭就唔信嘅，覺得天方夜譚啦。咁但係咧同佢會面之後咧，親眼一見到 Marie Antoinette 咧，就激動到腳軟，眼淚都叭叭聲咁流。佢就話啦：我見到懷錶嗰刻咧，隻腳軟到坐低啊，個心好似停咗一樣。23年嘅懸案，終於咧重見天日。2006年咧，博物館咧就同 dealer 嘅老婆咧達成協議，用4萬蚊美金咧買翻96件咧被盜文物，其中咧就包括呢一隻 Marie Antoinette。我只能夠喺度呼籲咧，唔識錶真係唔好亂賣錶。呢鋪咧真係空頭支票當白紙啊！2007年嘅時候咧，寶璣嘅複製品咧就改咗個編號咧叫1160，就完成咗啦。啱啱好咧就同原本嗰隻 Marie Antoinette 咧一齊喺巴塞爾嘅鐘錶展咧亮相，震驚四座啊！2008年嘅時候咧，呢隻懷錶咧終於正式歸還翻俾博物館，結束咗呢場世紀失蹤。係補充翻，嗰個 dealer 嘅老婆咧又點會冇俾人告呢？雖然佢錢就收咗，但係咧就被控收受贓物，最終咧被判5年緩刑同埋300小時社會服務令啊！我只能夠話佢真係唔識錶嘅。依家咧呢一隻 Marie Antoinette 咧就喺耶路撒冷嘅 LA Maya Museum 受到咧嚴密保護，展示喺一個特製嘅安全櫃入邊啊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等以色列安全咧先至再去。唔經唔覺啊，終於講完呢一集啦。Marie Antoinette 呢個名真係好難讀。佢咧唔單止係懷錶，仲係咧鐘錶史上咧最強黑科技。佢代表住咧18世紀鐘錶技術嘅巔峰，承載住法國大革命同埋盜竊奇案嘅背景。呢啲故事咧足以令佢無法估值。懷錶嘅每一個零件、每一個功能都係寶璣嘅心血。呢隻錶咧喺革命中幸存，但係咧又喺盜竊案中失蹤，但係最後有奇蹟重現。呢隻神級懷錶唔單止顯示時間，仲因為時間而顯示出佢嘅價值。好啦，今集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咧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關於呢一單奇案啊，有嘢想分享嘅話咧，記得喺留言區話我知啊。如果大家買錶揾錶啊，都係嗰句，記得揾我。咁呢度咧係 HK Take Your Time，我係 Alex，咁我哋咧下集再見，拜拜。